再來看屏東的德產鄉，今仔日早起是發生一樁真嚴重的死亡車禍。這駛轎車的查甫人呢，甲騎歐多拜相載的兩個少年仔，雙方佇個路口相撞，兩台車攏崩落去水溝底。警方是表示講，這個騎歐多拜的兩個人是當場袂喘氣，送病院也是救無回來。也那轎車的駕駛是輕傷，詳細事故原因還閣需要調查。車別早起7點外，屏東德產鄉的平安路甲永興路口，一台轎車甲相載歐多拜分別對無同的車路開過來，不止個車速攏無慢，兩台車來到路口就安尼弄做過，轎車甲歐多拜攏崩落去水溝底，騎歐多拜相載兩個少年仔當場無生命現象。附近民眾講，聽到聲出去看，人甲車攏佇咧水溝底啊！聽到響一聲足大聲的啊！你有出來看？有啊，尾啊，咱在開門了，我有進去看，人在邊是水溝啊。兩個少年仔送病院急救，也是救無回來。現場四個攏是車殼的碎片，歐多拜的前輪已經噴出去路邊，規台車攏甲碎糊糊。轎車嘛是四輪翹上天，冰在咧溝仔底。64歲查甫駕駛卡佇咧車底，消防趕到規個人救出來，加載干那輕傷。轎車駕駛講，伊來到路口看到歐多拜時已經袂赴打動。我就過來，因就撞落啊，我就閃啊。速度就變。本案自小客車駕駛人無酒駕或毒駕情事，詳細肇事原因尚待調查釐清。兩個少年仔是朋友，騎歐多拜相載要去上班，年紀攏是20外歲。因為雙方車速攏無慢，警方表示詳細肇事原因閣需要進一步釐清。不止個民眾駛車騎車經過路口，一定要甲速度放慢，注意附近是毋是有人甲車，安尼才會當確保雙方的安全。記者柯家祖、屈超陽屏東採訪報道。